第13届草草戏剧节拜六伫嘉义滨乡表演艺术中心开幕，岁也传出讲再现剧团的团长黄明安说不幸来过往的消息。今仔日文化部处长肖宗宏特别去解致意，嘛讲到文化艺术奖助条例的修法，已经甲艺文工作者的职业安全保险、甲劳动权益相关的条文列入去，希望立法院会当伫咧这个会期来顺利通过。家长带囡仔伫草帽仔野餐。边仔随时拢有各种无共的表演。第13届草草戏剧节3月13正式开幕，将近500场的演出，工作坊甲讲座，希望民众有丰富的艺术体验。除了那个歌舞剧、舞台剧，很多的，像我刚刚问一个年轻人，他是个人的名义来参加，那也有学校，还有一些艺文新兴起来的这个展演团体，我觉得不错，我来支持他们一下。因为之前有来过，然后那个状态，之前在那边都会可能还有一些意见什么，那今年就比较不一样。前面有那个装置艺术，然后视觉上也蛮吸睛，就是我看到我会想来参加。阮剧团表示，今年的主题合作转转也是细细拢会使，就是希望国家社会会当转运，嘛希望民众有闲会当来遮细细。这月伫嘉义县演艺厅、甲嘉义市文创园区相并做伙举办，阁有安排在地故事的各地视剧场。咱今年不管是民雄还是嘉义市阮拢有一个议题式剧场，这算是讲咱在地阮剧团咱在地的编导伊有去做访问啊、田野调查了，来推设出来一个介绍嘉义，但是你阁介趣味一个活动。戏剧节昨开幕，传出再现剧团团长黄明兰伫演出烂工，因为心脏方面的镜头不幸过身的消息。今仔日主办单位伫表演艺术中心设置纪念墙，文化部处长肖宗宏到场时，除了表达不甘，嘛讲为着保障文化艺术工作者，立法院审议的文化艺术奖助条例的修正草案，已经纳入艺文工作者职业安全保险甲劳动权益的条文，希望会当伫这个会期通过。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。